他们来了。就是他了，血绵波翼！我们走。华师兄，我们来晚了，他们都……只有莫师妹和那2个不知名的外门弟子气息已断，其余内门弟子只是被那阴雷毒晕，尚有一丝气息。莫师妹已经死了。天寒玄冥镜。华师兄的天寒玄冥镜，简直鬼神为之震撼。我已将他们的生机连同阴毒一起冰封，阴毒暂不会进一步渗透，他们生机可保。莫师妹，都怪我学艺不精。虽然大家性命尚保，但华师兄，您的天机至阳锁，还有我和莫师妹他们的飞剑，都已经不见了。哼，还不是因为你们妄自尊大，一意孤行，才致使天机至阳锁已无任何气息踪迹。红粉太子实在可恨至极，待我刻苦修炼，定与他在。糊涂！华师兄的天机至阳锁乃纯阳宝器，如今既然感应不到与宝物的血之印记，说明宝物上的血之印记已被抹去。哼，一个小小的红粉太子岂能办得到？就算是10个红粉，也无法抹除。那只有魔门长老级的人物出手，才可办到此事。魔门长老啊，连他们也出动了。夺我法宝者，我必诛之。我们一行10人，如今只剩8人。不对，华师兄，那方寒和红衣不见了。